唯一有了王妃的人选，这个人就是你。无论如何，我坚决不选妃。来人呢？在。回宫把我的枕头拿来，以后本宫就在三王府就寝了。慢着。行，不就是选妃吗？儿臣选就是了。但儿臣要娶的王妃不是那杜嫣然。那是谁？尹晴柔。哎，李成啊，你说他们都进去那么久了，又没有我们什么事儿，要不我先走吧？哎，姑娘还是再等等吧。别晃来晃去的，没规没矩。1、2、3、4、5。花园见。真的没商量吗？除非你不想抱皇孙。你那丫头来历不明，可儿臣喜欢。她又不漂亮。可儿臣喜欢。你看她干瘪的样子，万一以后生不出来怎么办？可儿臣喜欢呀。你，好吧好吧，让我想想。哎呀，总算溜出来了，刚才可把我累死了。我得到消息，看你一直没有出来，我就猜到一定是王爷和皇后聊天，把你给忘了。于是我就让天龙把你叫出来透透气。我刚才太紧张，忘记自己没有吃饭了。如果还是你对我好，你看着我干嘛？是不是我吃的很难看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你今天特别。摆驾回宫。幕后当心。姑姑，尹晴柔呢？啊，回皇后娘娘，尹姑娘，她刚刚已经走了。没规没矩的。尹晴柔。怎么是你？是谁让你离开大殿的？反正又没我什么事儿，我就走了。谁说没有你的事了？尹晴柔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母后这次过来就是给我选妃的。我告诉她，唯一有了王妃的人选，这个人就是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动！什么？表哥要娶那个尹晴柔为妃？姑姑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！嫣然，不急啊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，更何况你还是哀家的亲侄女呢。放心，哀家怎么可能让一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成为我的儿媳妇呢？话虽这么说，可是三表哥那性子，怕是姑姑您也拿他没办法呀。我是拿老三没办法，可不代表我拿那个尹晴柔也没有办法吧？姑姑的意思是？